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三大祭典之一的青山王祭。活动来到最后的一天，正日绕境，包括北港马顶顶，来自北中南六大宫庙，伫早起的8点出发来绕境。这个艋舺大拜拜，除了延续着传统，嘛会当看到真侪创新的元素。像这个绕境的队伍内底，会当看到武士骑马，会当看到日式的火车，甚至阁有小天蛙哦，将做一个嘉年华的气氛。人人使伫红单前大典威风，艋舺大拜拜上届盛大青山宫正日的游景，今仔日展开。锣鼓声加添闹热的气氛，即摆六大宫庙，包括北港朝天宫、破主配天宫、还有目沙集影庙等等，拢有来闹热。而且除了会当看到传统的阵头，还佫有嘉年华的感觉。在传统的绕境活动里面，我们也发现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绕境队伍，像是嘉年华一样，有小丑啊，还有气球，我们一起击个掌。这小丑啊，对队伍伫行，佫不是甲民众互动。原来伊是模范5路小丑队，受到破主配天宫邀请，头一摆到台北演出。后面那个是充气的大小丑，是一个2米2的那个大小丑这样子。那这样子走在路上给人的感觉就是会有那种不只是绕境，更像是游行一样，比较现代、比较特别的感觉。这个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。过去都没有看过，没有。那会觉得很有创意吗？还是觉得很奇怪？不会，很新鲜的。武术打扮人骑马看起来真威武，还有火车布置成日本祭典的风格。一年一摆青山王祭，唔但延续传统，嘛加添真济外国元素，和宫庙文化的表演更加精彩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